咱的往来食客，中国已经禁止有2年多，但有消息讲，今日有一批台东的往来食客要对高雄出口销对福建。台东县政府冇证实这项消息，不过农业部表示，中国到今也未见甲检疫条件讲好清楚，是毋是真正会当入去到中国，恐惊要变数。大粒国水的台东往来食客，真正去互中国以较通为理由禁止进口。经过7、8外工了后，重新搁销去中国。即马传出头一批伫初5已经装柜再去高雄港，会销去福建平潭。台东县政府真低调证实，这是甲学术、贸易商也有农民做伙合作的成果。按算3月份销去中国的数量会达到高峰。这一柜从台东拉出去，那通常他当天大概经过8个小时就到高雄啦，就到高雄港了。那由高雄港这边来确定这个柜没有问题，就会出港了，到平潭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头一批会当较日呢，是中国认可的3间包装厂加25个农民，已经送出去第2批的名单，包括41间包装厂加800个农民，还咧听候中国的回应。那青年农民是希望外销的管道会当持续保持通透，让农民唔免搁烦恼销无路，才会当安心种出品质上好的食客。期待啊，大家都希望能出口出去，这样我们的果品才会有稳定的出口。赵庆玲今年去中国2届，甲各台办等等的单位争取恢复外销。即马头一批解禁外销去中国的食客，虽然已经进行出口的作业，不过咱国农业部风险署有传信息给中国，不过算是拢有头无回应，而且嘛无接到中国提供检疫的条件，无将先按正常的做法来检疫白虫害。也若敢会当顺利外销去中国，破货卖，嘛受到大家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